台南市社会局伫金华社区的活动中心举办二手虎具资源站的授旗典礼。市府希望透过设资源站的方式，鼓励民众会用甲使用袂着的虎具交等于回收中心做消毒，并分配去各资源站，互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做使用。透过安尼良性循环，嘛会当避免浪费。环保局的协助，还有我们的虎具资源中心的这种回收呢，再整理一下，重新再把它赋予新的生命，再让它再次的去使用。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管是政府资源，或者在一些弱势者他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协助。尤其我们这虎具若收回来之后，我们可以酌量的去发到我们的关怀据点，还有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资源站都可以多以分放在那边。当有些社区的人临时需要或者紧急需要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买，而且是短期需要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步去借用，那增加我们这个辅具的一个被使用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一些便利性。另外，转来到最近疫情的焦点，今仔日总算是等到期待真久的嘉玲转来啊！市长表示。经过108天的等待，互台湾阁破掉本土嘉玲的这天，同时嘛呼吁大家要继续共同来努力，互台湾会用赶紧来恢复正常。判这个嘉玲的数字已经判了108天了，那自从3级警戒到现在105天，终于碰到一次全国嘉玲，所以呢，我相信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们在作为台湾的这个一个部分，我们真的是与有荣焉，但是我们也要跟各位报告，台南我们也守得不错，那希望说这个嘉玲能够持续来到台湾，持续降临台湾，不要走了。我们替他盖了房子，希望他不要再走了。那希望说，但是虽然嘉玲，但是千万不能够大意。像有些国家，纽西兰，像澳洲，他们嘉玲之后，因为放松之后，结果造成第二波感染，反而造成很严重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嘉玲来了很好，但是如何能够把嘉玲留下来，那需要大家一起更加的努力。台南新闻和侨帮刘品言采访报道。